就兩性層面嚟講，八字早就開宗明義，女性官殺同時代表丈夫同埋僱主或者體制。點解？因為喺古代，丈夫就係掌握生殺大權嘅老闆。當時女性係冇獨立嘅工作權利，婚姻就係佢哋唯一嘅就業市場。盲婚啞嫁係面試，三書六禮係買斷金，婚書係終身員工合約。男人提供嘅基本生存供養同埋夫人嘅名分，就係僱主發放嘅月薪同埋勞保。誕下男丁傳宗接代，孝順公婆，亦即係董事長，同埋打理家務，就係作為員工嘅剛性 KPI。如果生唔到仔或者忤逆公婆，僱主係可以隨時啟動七出之條，將佢合法開除，亦即係休妻，而且仲攞唔到任何遣散費。喺呢一種一世都冇辦法辭職嘅絕對僱傭關係入邊，丈夫官殺就係負責管束、修正、考核你嘅終極大老闆。而男性八字入面嘅財星，既代表金錢、土地、奴隸，亦都代表妻子。呢個就係赤裸裸嘅物權法。財星係我克嘅嘢，克即係支配、佔有同埋隨意處置。喺古代法律入面，女性冇獨立嘅人權。男方俾嘅聘禮，本質上係資產所有權嘅轉移交易。妻子係男人嘅私有財產，傳宗接代嘅工具。有句諺語話：女人如衣服，呢個就係當時社會對女性物質化嘅真實體現。喺早期蒙古嘅收繼分文化入面，妻子甚至係可以由兄弟或者兒子繼承嘅資產。